買嘢嘅時候睇到呢款芝士焗南瓜，感覺好似幾好食咁。原價要16.9，特價係12.8一盒。一盒有2個嘅，成分好簡單，就係南瓜、水、芝士、糖同澱粉。而煮嘅方式有3種：氣炸、焗爐或者微波。我就揀咗氣炸，唔使解凍，撕開包裝之後再氣炸165度10分鐘。氣炸前睇感覺芝士份量唔係好多，氣炸後再睇都覺得真係好少。對比我平時自己整又唔怕肥、大手落芝士嘅人嚟講呢，完全唔夠。冇咩芝士味，亦都唔太香。下層嘅南瓜就真係淨係得南瓜，鹽都冇加，好原始嘅味道。我諗到係會好香好野味咁，事實上比較似健康食品，但又唔健康，只係好清淡。10分嚟講，我會俾3.5分。有芝士有南瓜，但係唔係幾好食。不過從中學到原來仲可以咁樣用芝士焗南瓜。聽日下晝5點我會再出一條片，分享自己點樣整，更加平、足料同好食㗎。聽日見。